約書亞召集所有以色列人去到示劍，佢知道呢個係佢最後一次同大家講話。佢回顧由亞伯拉罕、雅各出埃及過紅海，得迦南，神所有嘅恩典之後，今日佢要全民做一個影響後代嘅大決定，你哋要侍奉邊位？係埃及嘅神、亞摩利人嘅神，定係耶和華？約書亞冇等其他人答，佢自己率先做出最有力嘅宣告。約書亞記24章15節記住話：至於我和我家，我們必定侍奉耶和華。佢唔只為自己揀，更為成個家庭做主。一個男人嘅信仰決定，可以改變成個家族嘅命運。親愛嘅朋友，今日你又會點揀？呢個世代有太多嘢喺度爭奪你嘅心，金錢、名譽、潮流、慾望。但約書亞嘅宣告穿越幾千年，嚟到你面前，你今日要侍奉邊位？如果你係家庭嘅戶主，請你勇敢咁帶領全家走信仰嘅路。今日就喺神面前宣告，我同我屋企必定侍奉耶和華。